们退下，告诉白吉乐，我说过带谢楼主回去，自会带他回去。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他们不能为难我的徒弟。可，不行，师傅，去学功，学好本事再来救我。师傅，师傅，上林天宫的人必会追杀你。师傅，用好走马观花。师傅。乖，你好好看家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。我走了。